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定定提醒大家，若接到青份人敲电话来，一定要定睛，想好清楚，确定这毋是一场骗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局，读教育局第8条。局就是算比赛比第几场的单位，第一场咱讲是第一局。另外，还有行政机关的单位，咱嘛会讲局，像咱差不多逐工新闻拢会讲到警察局，另外还有民航局、民政局，也还有卫生局。另外，古早负责国家通信业务的单位，因为受到日语影响的关系，咱讲是电信局，较早嘛有公卖局。有的商店咱嘛讲局，像讲卖册店，有人讲是册局，另外还有药局。经济状况，咱讲是局势；结果，咱讲是结局；也有无趣味、无兴趣，咱讲是无局。若是讲设圈套害人着答，咱讲是设局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无局，这个意思就是无聊、无趣味；另外，这个无局嘛有袂好的意思，晚近无盘。颠倒边的词就是有局。第二个词读做局势，意思就是局面、时局、趋向，也搁有倾向趋势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出戏拄开始是真无局，落尾互人愈看愈想要看，拢已经搬到这个局势，也阁毋知影上尾结果是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局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